面試最怕聽到嘅一句就係：你有咩工作經驗啊？嗰刻心諗死啦，我完全冇做過嘢，點算？冷靜。第一，做足功課。面試官問你點解想入嚟，你就可以答：因為我留意到你哋公司啱啱搞咗 XX project，覺得好有挑戰性，所以好想參與。第二步，揾出 transferable skills。我以前喺咖啡店打工，聽落同會計冇乜關係，但其實練到我嘅抗壓能力。第三步，用 STAR 法則答問題。STAR 即係 situation 情景、task 任務、action 行動、result 結果。有次 group project 隊友突然甩底，我即刻分配翻工作，結果準時交到 report。咁樣答清晰又有說服力。第四步，態度要真誠，自信啲笑下，唔好答到好似背書咁。所以下次面試記住，冇經驗唔係問題，有準備就一定有機會。Follow 我哋或者 download Offer Today 睇多啲職位資訊同優質內容啦。